大家好，我係 Kimmy。作為一位非本學科背景嘅畢業生，好榮幸今年夏天能夠完成 UCEM Real Estate 嘅碩士課程。我完成學士學位之後，一直從事土地管理同埋行政工作多年，逐漸對房地產同埋測量行業產生咗興趣，更加明白專業資格嘅重要性。UCEM 嘅 RICS 認證課程特別適合我哋呢啲非本學科背景嘅學生，因為課程涵蓋全面，包括物業估價、法律知識、投資評估等等實用內容，加上 HKIS 嘅雙重認證同埋彈性網上學習模式，完全切合我哋在職人士嘅需求。最初我以為網上課程會局限社交機會，但係 UCEM 提供嘅討論區、業界研討會，加上香港支援團隊嘅協助，反而為我創造咗唔少意想不到嘅人脈網絡。特別係香港團隊舉辦嘅工作坊，讓我認識到好多師兄師姐同埋業界專業人士，以建立人際網絡，對職業發展幫助好大。我嘅短期目標係考取 RICS 特許測量師資格，專注職業發展。UCEM 嘅課程設計非常實用，例如應用估值學科嘅知識，可以直接應用喺我嘅工作項目。案例研究評估亦都真實反映咗實際情況，有效連結理論與實踐。彈性學習模式令到我能夠平衡工作、進修同埋生活。遇到難題嘅時候，導師嘅專業指導亦都大有幫助。各位學弟學妹，好好善用 UCEM 提供嘅行業資源同埋人脈網絡，盡早參與 HKIS 同埋 RICS 嘅專業活動，同埋培養好自律嘅精神，平衡工作同埋進修。UCEM 嘅課程同埋專業認證，為我哋嘅職業發展提供咗強大嘅支持。祝各位同學都能夠喺呢度揾到屬於自己嘅專業道路。